我今日嘅發言呢，係促政府全力推進澳門嘅體育建設，支持體育人才嘅發展。第15屆嘅全國運動會日前順利舉行，本人僅此向賽事之中拼搏努力、突破自我同埋取得佳績嘅澳門運動員致以最熱烈嘅祝賀，以及衷心感謝全體嘅工作人員同埋志願者佢哋為咗本澳參與國家大型體育活動，呈現出團結合作嘅專業精神，展現同埋鞏固承辦大型體育活動嘅綜合能力，值得係充分肯定嘅。而特區政府亦都喺明年嘅施政報告入邊提出咗着力要推動體育嘅建設。國家體育總局、廣東省、香港同埋澳門特區政府亦都日前簽署咗協議，實現更加緊密嘅體育區域合作。本人期望政府能夠進一步支持本地運動員嘅培訓同埋發展，多方面去持續優化青苗培育同埋運動員嘅集訓條件，以至於精英運動員培訓資助計劃同埋退役嘅計劃等等，全方位支持同埋保障本地嘅運動員。而文化局同埋體育局將會合併，社會都期望有關嘅政策協調同埋資源整合能夠帶嚟新嘅發展契機，進一步實現資源下沉民間，推動大眾體育活動嘅發展，亦都可以營造全民運動嘅氛圍。另一方面，場地建設亦都好重要嘅基礎。本澳地少人多，無論係居民鍛鍊、學校教學同埋舉辦活動，抑或運動員嘅集訓，都存在住場地不足嘅問題。為此本人過去一直都好關注同埋建議政府要增加體育嘅空間同埋完善設施。當局明年將會提供3幅臨時嘅用地作為體育用途，但係除咗新城 A 區會建成11人嘅足球場同埋田徑跑道之外，喺南環同埋氹仔嘅一啲臨時自由波地形式佢嘅面積相對較細，而且設施亦都會相對簡約嘅。喺建設之中嘅市民運動公園，佢個定位亦都並非係專業場地，主要就係為居民運動休閒需要而設計。由此可見，喺政府嘅努力下，居民同埋學校嘅體育空間係有所增加嘅，工作係值得肯定。但係對於將來落實我哋嘅專業培養、運動員集訓同埋舉辦競技賽事，以至去支持體育產業嘅發展，有關嘅空間同埋設施仍然係存在局限。喺體育基礎設施方面，建議當局除咗整合同埋善用現有嘅一啲專業體育場地之外，亦都應該積極去研究原馬會用地嘅部分空間，與現在相鄰嘅奧林匹克運動館場館嘅設施結合，作出升級同埋長遠嘅規劃。進一步去完善體育硬件設施，並且串聯係路氹城旅遊產業同埋設施嘅佈局，透過合適嘅空間同埋載體，有效去吸引國際賽事、體育旅遊同埋大型演出嘅活動落戶，從而係帶動多元產業發展同埋國際嘅客源，增加旅遊嘅吸引力。而除咗舉辦賽事，唔少嘅地區都會進一步去發展高水平嘅體育專業服務，構建具帶動性同埋競爭性嘅現代體育經濟。本人亦都期望當局能夠喺施政報告所訂立嘅方向上持續深化工作，積極去推動吸引國際知名嘅體育團隊嚟到澳門，亦都鼓勵本地嘅企業能夠參與體育嘅產業，包括係賽事嘅營運、培訓、體育科技同埋體育旅遊等嘅範疇，創造更大嘅協同效應，同時完善包括教練、運動醫學、科技應用等方面嘅體育專業人才嘅培訓機制，並且加強區域之間嘅交流合作，透過多方面嘅政策去推動大眾體育嘅普及，提升本地競賽嘅水平，全面支持產業嘅長遠發展，能夠進一步延伸體育發展嘅聯動效應同埋社會效益。多謝。